再来等于来关心英文新闻。对于强版做线上嘅新闻作品改编歌类嘅儿童化，也出客家歌舞剧，按做相思。5月出版母亲节纪念，就会到苗北英文中心嘅演艺堂来举办头一摆嘅演出。也出浪漫又带点劇國嘅愛情故事，就用到嘅文學、熒幕、舞蹈也等元素，希望觀眾呢就會看得到新形式嘅客家表演藝術。真有感情嘅唱詞，唱嘅係吳州國滿滿對其中意人嘅思念。歌舞劇《相思》大量應用改編客家現代新人嘅創作，結合音樂嘅元素，呈現出重新又有戲劇嘅音樂歌舞劇。那當然，這裡面當然都結合了舞蹈、結合演員、結合得非常好的音樂在。那新的客家文化藝術能不能形成？它就是在持續的努力、持續的耕耘。聽到親人嘅描寫，傳播客家生活同親人之間緊密嘅感情。故事男主角唔直接唱有唱無嘅愛情，更加表現出傳統客家五線嘅特質。描述呢客家五線，佢對愛情和個親情生活嚟嘅一種嘅作品嗬，咁大家了解講，呢客家嘅五線嗬，對呢客家文化族群嘅推廣要當重要。相思係客委會相隔10年，在嗰同本藝泰合作推出嘅音樂歌舞劇，全台做好演出表場，首演會到5月初版苗北藝文中心登場。我們觀眾看到客家文化嘅多元同藝術嘅獎。客家新聞是用最了期正台北報道。